来看若被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案，民众党黄国昌今仔日正式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，国民党团拢表态支持。不过，黄国昌进前咧质询的时阵，把检察官精神的录音放出来，互检举甲告发，台北地检署立他治案调查，甲黄国昌列做被告。 民众党进前提出废除监察院修宪，表示得到部分国民党立委支持甲联署。20立法院处理成立修宪委员会案，国民党团为本来开放个别委员支持，表态会全部同意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哪一个政党觉得监察院又肥又香？ 今天的议程，我们主要就是我要特别讲尤其通过这一提案，就是成立修宪委员会以及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组织法的修法。只是提案人黄国昌昨仔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，当场播放好亲像是检察官精神录音带的示范带，也引起争议。民进党团放调讲要加送纪律委员会处理。为什么黄国昌要用造假的资讯来？ 恶整官员质询法务部，没有恶检，只有恶伪。黄国昌剿伪犯事件移送纪律委员会，如果蓝白封杀了这个提案，就是国民党护航。但应该的示范代就是郑凯昨天这样的讲，就等于是承认他的代志是真的部分。北检已经收到民众告发，将黄国昌列作涉嫌伪造文书等罪他日案被告。 不过，到底是家己制作的示范带，还是真正是检方询问的引动力，也引起关心。北检火速的分案调查，党检媒3位一体啊，重出江湖。张启凯委员说，他听过的一个是2个层次的事情，可能要问张启凯委员才会知道他自己的争议嘛。好，你继续追打黄国昌，继续追打启凯，继续追打民众党，可是你自己打到自己了，请赶快跟你的民众讲，这次北检是有不正信问的，有没有恐吓像流氓一样？面对这个，黄国昌讲自头到尾拢讲是示范带，当时的国民党市委会调委吴宗宪回应会公平看待，无认为有违法的顾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